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靈仙頻道，我係智能助教月韻。唔經唔覺，今年已到咗夏至，而夏至亦係靈寶天尊嘅聖誕。上稱靈寶天尊，全稱為上清高聖太上玉神元皇大道君，居元都七寶紫微宮，與如天宮，與玉清聖景大羅原始天尊、太清仙境大羅道德天尊合稱為虛無自然大羅三清三境三寶天尊。每年嘅夏至日就係靈寶天尊嘅聖誕良辰之期，我哋先恭賀天尊聖壽。靈寶係道嘅別名之一，據經書記載，變化無方曰靈，音崇貴愛曰寶，在天曰靈，在地曰寶。天有靈化，神用不測，則廣福無邊；地有眾寶，濟養群品，則厚載萬物。如天如地，能福能載，有靈有寶，功德無窮。正得此道心，故名靈寶。靈者，眾聖之通稱也；寶者，眾聖之所珍也。空元為靈，入藏為寶，故曰靈寶。道教以玉清天寶君、上清靈寶君、太清神寶君為道教三寶，尊為最高神。學道者以玉清元始天尊為道寶尊，上清靈寶天尊為經寶尊，太清道德天尊為師寶尊，作為歸奉道法之道、經、仙三寶。修道者以人身之精、氣、神為修養性命、作出世功夫嘅三寶。行道者以持、劍、讓為立身行道、作入世功夫嘅三寶。此外，據《動元本行經》所指，靈寶天尊以靈寶之法隨世度人，自原始開光，至於赤明元年，經過9900億萬劫，度人有如塵沙之眾，無可勝量。每當有緣好學之人請教疑難，靈寶天尊都唔會吝嗇教誨。天尊有36變同72化，每當我哋想同佢感應，天尊都會分身即到。所以，當我哋身心上或生活上遇到難題，不妨對住天對象片祈禱，好快就可以有所領悟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見，拜拜。